盡，捨不下你，也不告終。變了，父母請原諒孩子，忠孝不能兩全。變了，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忠。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，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。1989年，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書。我叫魏志達，當年我5歲，由細到大，無論喺學校又好，喺屋企又好，都絕少提到6·4呢兩個數目字。直至到讀大學，我先開始慢慢揾翻事實嘅真相。我叫張骁，當年我3歲，在北京，我其實已經根本不記得當年在北京究竟發生了什麼，但我唯一記得的是，滿街的人都在做着這樣一個手勢。朋友，我哋今日喺呢度係一個悼念嘅儀式。我唔知道你係行緊入維園都一齊準備悼念，定抑或你只不過係行街經過。希望你會留低你嘅腳步，希望你一齊參與。為着嘅係22年前一段洗不去嘅歷史，為着嘅係22年前嘅今日6月4日，有好多人死得不明不白，到今日依然沒名沒姓嘅亡魂。